气象局对屏东发布风台苏拉的陆上警报，预计明仔甲后日会上划进台湾，东部、南部雨会真大阵。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中度风台苏拉是当日逼挖咱台湾，气象局下晡5点半对屏东发陆上警报。目前这屏东甲台东的兰屿都已经有落大雨情形，而且苏拉还搁咧变强，这暴风可能会搁扩大。根据气象局的预报，这明仔载甲后日风台会离咱台湾上近。这东部甲南部拢会落雨，尤其是这紫红啊色质地，台东、屏东雨会真大阵。后日过这外围环流也会继续影响咱台湾几天啊，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刮雨。另外，因为明仔载是旧历7月19大流，加上搁有风台，这沿海地区都要特别注意海水倒灌的状况。昨日白树间，台东伫上乡公所赶伫苏拉风台侵袭进前，伫金城步树4棵回正方面进行风台准备，同时方便道路禁止人车通行。随着第9号风台苏拉渐渐靠近台湾，目前台东南势已经开始出现南方大雨，因为来回南势到绿岛的对外交通已经全面暂停。同时，旅游大过的南势也因为风台搅局，旅宿整理变加冷清。预报说有台风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提早的可能去进货，但又无法预期说那进货来之后，里面的客人会不会恢复那么跟平日一样那么多，所以有时候食材的一个预备也是蛮麻烦的。因为气象局已经发布海警，南势岛上真侪观光景点拢关闭，旅客行程被迫取消，真侪人烦恼风台过了后会面临关岛困境。根据中央气象局指出，目前苏拉风台强度变强，暴风可变大，有5拜日暗开始，东北部甲恒春半岛雨势愈换愈明显。气象局伫29下午5点半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在星期3的时候，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它降雨时间比较长，整天会断断续续下雨。至于南部地区、北部地区，还有马祖地区，则会有局部有短暂下雨。气象局提醒，苏拉侵台期间，华东到南部山区爱严防强度大雨，加上苏拉风台拄着农业保留，分林以南的沿海溪谷地区爱严防就淹水。有计拜四下昼2点了后，暴风可有机会脱离南部陆地，只是目前海面上有苏拉甲海葵风台，敢是产生相台效应，爱密切观察。它的相对的一个位置来看的话，对台湾也不会造成说可能会使得苏拉台风滞留在台湾上空3-4天，或者是说苏拉台风又来一个回马枪。气象专家有超目前苏拉甲海葵这2个风台也有一段距离，加上海葵风台结构无苏拉10北，有超产生相台效应几率低。统计到今仔日下昼2点。国内线航线取消，8下才自飞行机国际甲两岸航线无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美国政府同意未当天飞弹予日本，是有史以来头一届，加强日本的反击能力。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政府发补贴，鼓励服务业用机器人来解决人工无够的问题。不过，根据调查，南韩的服务机器人7成拢是中国制造的。英国《Times》报道，根据统计，英国的男性得心血管疾病风险是女性的2倍。所以讲，英国政府按照伫咧剃头店推动免费牛血压的服务，帮助男性提早发现健康问题。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史克斯表示，中国的军力优势是数量多，所以讲美国是按照2年来部署几落轻架无人机对抗中国的军队。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根据美国航空总署的调查，就有5000个机师涉嫌隐瞒家己的病情，继续驶飞机，这恐惊是威胁到飞行安全。核废水引起真侪国家惊吓，也若发生核战争，这代志就搁较大条啊！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带祖囝金正爱视察海军司令部，就批评讲美国甲因朝鲜半岛变作有核战争风险的地区，要求爱加强训练海军，做好战争的准备。也若是联合军演的美日韩，是批评北韩一直想要发射军事卫星。日前，北韩海军在进前，金正恩带因大汉查某囝金正爱视察平壤附近的海军司令部。这是继3个多月，媒体搁一届翕到因爸仔囝做伙出现。
金正恩在演说当中，都来批评美国、韩国、日本3个国家的领袖是罗马头目，嘛批评三边峰会达成联合军演的协定。伊讲美国等等的敌对势力，互朝鲜半岛的海峡成做世界上上界无稳定、有核战危机的高危险区。金正恩要求北韩的海军都要做好战争的准备，提出主体海军作战战术方针，确保在任何向发生武力冲突的时阵，会当掌握主动权，甲敌人拍互倒。强调北韩海军会成做国家核武力的一部分。最近朝鲜半岛紧张的局势加悬，北韩顶礼拜试发射军事侦察卫星2届，虽然第2届宣告失败，不过第3届会在10月份进行。美国、日本、韩国、2在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的会议当中，各一届谴责北韩这届举动。当在进行当中的韩国、美国例行联合军演，以及自由护盾，是在江原道商用军进行联合两栖为海沙堡定着的训练。This training improves our interoperability and prepares us to succeed in combat should our adversaries attempt to challenge the status quo. 这项训练由南韩陆军特战司令部、甲驻韩国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特种兵合作进行。今年演习的规模是6年来上界大的，是想要加强对北韩核武甲导弹威胁的反应能力。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阿富汗塔利班2021年掌权，自迄阵就一直打压女性的权利。即阵甚至有官员讲，对女性来讲，观光甲旅游是无必要的，所以讲就禁止女性进入国家公园。另外，这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嘛去互打压甲真严重。拄开始是女中去互关起来，后来禁止女性考大学。因为这国内无教育资源，所以讲一寡家长就甲囡仔送出国去读册。连这附近的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大好野人，嘛是愿意出奖学金，互阿富汗的女性去因遐读册。不过，即阵是连留学这条路，就去互塔利班切断去。因为顶个月至少是有60个摕这学生签证的女学生去互海关挡落来。阿富汗东部的北丹米里国家公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甲列作世界遗产。壮丽景观，当年拢吸引上千万的民众拜访。不过，阿国款新快乐部代理部长哈纳菲对园区内查某游客无照规定，正确来带头群真无欢喜。伫当地时间2日公布禁令，要求安全部队阻止妇女入园。哈纳菲阁讲，伊认为对女性来讲，观光游览是无必要的行为。自从塔利班伫2021年重新掌权以来，阿富汗关掉大多数的女子中学，禁止女性读大学。因为阿富汗妇女无法度接受国内的教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富商哈布多尼提供阿富汗女性奖学金出国留学。不过，即马连这条路嘛有塔利班封锁，至少有60个得到奖学金的女性伫机场封走落来。当地妇女玛丽亚姆原本是一间私立女子学校的老师。不过，因为塔利班的禁令，伊的工课敢若延迟1年。虽然受教育这条路互阻挡，伊抑阁真严厉。目前，伊正咧培训妇女车天传统服饰甲头巾。هیچ وقت تعقیب نشینی نکردم، تسلیم نشدم. بازم ادامه دادم. گفتم که خب خیر درس خانه است، مکتب دروازه‌اش بسته شد، پانتون بسته شد، اما افکار ما بسته نشده. یعنی ما میتونیم که از افکار خود استفاده کنیم و هیچ وقت نگوییم که دیر است یا ما ممنوعیت است. بسیار احساس بد دارم. خوشخواه نیستیم هیچ. به نفع مردم فعلا خواهید نیست. طبقه اوناس قدر یا نمیفهم چرا بدبین هستن. مردم دیگه یک از نگاه امنیت میگن بازم قدر امنیت نیست. 塔利班搁再掌权2年了，真侪公共场所嘛禁止女性进入，包括一间健身房和公园。按教育、就业和行动自由，阿富汗女性的权益直直互限缩，处境愈来愈艰难。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西班牙脚球协会主席卢比亚雷斯，伫咧因的球队赢球摕冠军了后，是禁止的女球员，去互质疑讲是咧性骚扰，但将就要求伊爱落台。不过，即阵卢比亚雷斯的老母是跳出来讲，因后生是去互冤枉的，受到迫害，甚至佫甲家己锁伫咧教堂内底，唔借抗议。西班牙女子脚球队20摕到世界脚球赛冠军，全国大欢喜。想袂到西班牙脚球协会主席罗比亚雷斯刷脚球星艾利莫索，金喙庆祝，虽引起舆论批评滚价。面对排山倒海的抗议压力，西班牙脚球协会公布画面，讲迄阵是球员家己承担主席，该扭过去。毋过艾利莫索讲，喙拄喙、金喙，并无经过伊的同意。
伊感觉家己敢若是一个受到攻击的受害者。虽然是安尼，罗比亚律师依然坚持唔落台。国际卡球总会伫顶礼拜甲伊停职，西班牙检方即礼拜嘛展开初步调查，希望埃里莫索伫15天内会当对伊主动提起告诉。更较深刻的是，罗比亚律师的老母认为校史防冤枉，拜伊甲家己锁伫南部小店一间教堂，开始来绝食抗议。Yo estoy de su madre cuando esta mañana me enteré, a mí se me saltaron las lágrimas porque es una madre que ve sufrir a su hijo. Entonces, cuando me han mandado el comunicado digo, voy, por lo menos. A lo mejor contenido, pero creo que en un momento de euforia, de celebración, pues a lo mejor hacemos cosas que en frío no lo haríamos, ¿no? Pero no creo que haya sido nada tan grave como para que esta persona esté con esta cacería que se le está dando. 不过，真侪西班牙民众并无安尼想，马德里出现大规模的抗议，要求罗比亚律师马上来辞职。Bueno, un asco horrible. O sea, lo primero, antes de que se viera como de cerca lo del pico que le dio sin consentimiento y tal, esos abrazos, esos magreos fuera de lugar, con toda la gente internacional ahí en el Mundial de Fútbol, cogiéndolas, sobándolas a las jugadoras de esa manera. Yo antes de que saliera nada lo dije, digo, ¿pero qué es eso? Un asco, como que es fuera de tono, qué abuso de poder, porque era el presidente, que todo. 第二副首相迪加斯甲未少政治人物嘛拢出席抗议活动，声援防强征的救援。迪加斯也特别点名迄寡支持罗比亚律师的教练，拢无适任因目前的职务。性骚扰的风波是愈加愈严重。公视新闻张如平编译。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发生枪杀案，造成一个教职员死亡。目前警方已经抓到一个嫌犯，是一个中国的博士生。伊犯案的动机还搁调查。警示声响起来，警车进入校园，校长听到警报赶紧走向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高等山分校伫当地时间8日下昼1点左右传出枪声，地点倒伫考迪尔市乡市，造成一名教职员遇害身亡。学校随即向全校教职员甲学生发出警告，要大家就地避起来。So at first we thought it was like maybe a drill or something. It took us a while to realize how serious it was, and you could feel in the room like the more and more we realized how real it was. Like we went from sitting there on our social media to barricading doors. It was kind of unexpected. 警方根据看到的人提供的线索，伫2点半钟了后，找到嫌犯将伊逮捕。封锁校园的警报也伫3点钟了后解除。The suspect was eventually apprehended and is now in custody. I'm grieved to report that one of our faculty members was killed in this shooting. 根据报道，嫌犯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在泰瑞，伊伫武汉大学物理学系毕业，搁伫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处理材料科学工程硕士学位。去年1月，加入北卡大学应用物理学系一位化的副教授的研究团队。一名熟悉嫌犯的同学表示，在泰瑞的根基无啥联动，也毋过人看起来真友善，伊会变成杀人犯，互人意外。目前警方也在厘清嫌犯的作案动机。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8月底休热就要结束啊，学生爱开始准备转去学校读册。飞机的交通是登无用，不过英国国家航空交通服务公司将系统说是规个向各样，是有1200架飞机爱取消，18万人受到影响。这嘛去拖累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机场运作，是这10年来航空上界乱的一天。英国的航空雷达系统荧幕。礼拜透早出现一款大太车，经常跟伦敦国际线进出的中心盖特威克机场，估计就有18万旅客行程受到影响。原因是航空管制系统突然故障。负责的国家航空交通服务公司讲是拄到技术性的问题，电脑系统故障，要改做传统手动的方式操作。强调为了安全，要限制航班流量，提醒旅客要有航班满分的心理准备。It will affect all incoming and outgoing flights and also those aircraft which are in the UK airspace right now. I am very cognizant that this will disrupt people's travel plans, those who are waiting to arrive in the UK, those waiting to depart, and I do sympathise with any disruption that they may be experiencing. 航管系统故障的发生这个时间点，拄好是国际学校休热技术进程的最后一个连续假日，作为经航空交通上无用的时段之一。迄日全国大约100万的乘客运输量。
伫公布拄到技术问题了后，过3点钟，下到3点左右，航空交通服务公司的工程人员才找到搁排除障碍，造成有1200架航班被迫取消，平均晚分12点钟左右。另外也拖累后陆其他机场航班的正常期间是2019年冰岛火山大爆发以来上严重的单日航空大混乱。后续也要几天的时间，航空交通才会当恢复正常。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